暖暖十门课，咱来故事看万世。庄脚囡仔用心话，咱的故事探万地。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课节目。时代的进步，囡仔嘛愈生愈少。即马便若拄着落雨天，各中各小学校门口的交通都会对咧拍夹，因为让要所有的家长拢开车载囡仔去学校，毋免互囡仔伫咧雨中默受。即马的囡仔确实加真好命，只不过嘛失去一寡趣味的体验，譬如讲穿雨鞋伫咧街仔路打水窟仔，或者是摆伫路堆当中，伫咧街头巷尾弄来弄去。我总是风雨无阻的上学。雨天早晨，我走出灯笼花的小巷子，再继续走到村口，等着排路队。雨继续的下着，下着，怎么还没有人来集合？桑葚都成熟了啊。我爱读册，毋惊风雨。落雨天的早起，我行出丁仔花的巷仔，搁继续行到庄头等排队。雨继续咧落，落咧落咧，哪会还拢无人来集合？盐酸仔拢熟啊呢。身边唱歌跳舞玩耍，我的好妈妈。阿玲甲阿峰是读国校仔4年的双生姊妹仔，两人平常时就真爱唱歌。五花班合唱团伫电视红起来了后，两姊妹仔竟然看到因出现伫电视内面，就徛我去，看甲走袂开脚。阿姊，恁看因穿的迄双马靴，足水的呢。嘿啊，穿白色的马靴，哪唱歌哪跳舞，有够好看。妈妈妈妈呀，送我一个吉他。妈妈妈妈呀，我不愿意长大。阿玲、阿凤，恁两姊妹仔看电视唔通离遐近啦，目睭黏咪就近视啊呢。妈，你看，迄是蔡咪咪甲五花班合唱团呢。妈，因穿的迄双白色的马靴，足好看呢。我嘛足想要爱，你敢会当买一双互我甲阿姊？白色的马靴哦。嘿啊，妈，你看因，大家穿起来身材拢变甲足挑人呢。对啊对啊，妈，我和姐姐穿起来一定嘛足好看。你要互阮穿好无？好看是好看啦，不过迄一双唔知要偌济钱呢？应该唔是足贵啦。嘿啊，妈。再搁看卖啦，再搁讲。阿玲、阿峰的妈妈无因好也是毋好，
就行离开客厅，听到渐渐远去的脚步声，两姊妹仔心内淡薄仔失望。姐，你看，妈妈敢会买互咱穿？妈妈逐摆若无爱，就会讲，才去看觅咧。你想咧？哈，妈妈若是会当送咱一双麻靴，毋知要偌好。唉。日子一天一天过，春分3月，两姊妹仔生日迄天，拄放学转去到厝。妈，阮转来啊！阿红阿莲，进来看觅咧，妈妈甲恁买一双白色的麻靴哦。听到麻靴，两个查某囡仔欢喜甲跳起来。麻靴？真的？妈妈家是买麻靴哦？那是这款啦嘛，这毋是麻靴，这是互的啦。看起来毋是差不多。哪有差不多？明明差足济，好无？差足济，价钱确实有影差足济。这款价外俗咧。吼，无要紧啦，阿峰，同款是白色的，甲麻靴嘛有淡薄仔像啦。阿姊，这明明是互的呢。互的会当伫落雨天穿啊。到时咱白色的互的穿起来，会比别人迄乌色的、红色的，也是咖啡色的，更较水哦。就是咩，紧嘞，穿互妈妈看觅咧。这款穿着会合无？我会拄啊好。阿峰咧，差不多啦。哦，恁两姊妹仔穿起来有够水的呢！来，恁来遮借镜看觅咧。嘿，真是足好看呢！妈妈无骗恁吼，虽然是互的，白色的看起来加足高尚呢，对无？阿峰，妈妈呼呼啦。阿峰，等落雨天，咱做伙穿这双白色的互的去读册，一定有足侪人甲咱看。敢有影？当然嘛有影。你看恁两个无输迄个什么五个班呢？是个误会班啦。凊彩啦，听有就好啦。无鱼虾嘛好，小妹阿峰落尾接受这个阿玲的讲法，伊开始逐工忙落雨。伫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戏也未演线，咱今仔日的广播剧讲到两个足想要穿麻靴的查某囡仔。空中好朋友敢知影华语的麻靴，台语应该安怎讲才正确？节目说落去，咱邀请家己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解答。麻靴其实咱台湾话会讲下讲，上好是讲挂讲的下讲的讲，管理的管，也是挂讲啊，因为麻靴拢长讲的，长讲的。啊，较标准的、较活的，就是讲挂讲遐，长筒遐，长筒烟筒的筒，长筒遐。啊，这种叫做麻靴。啊，你会讲，啊，咱台湾足少人穿麻靴，啊，但是袂使讲咱无咧穿，有，迄做田人可能较少，但是戏花的人穿麻靴足侪。
今仔日阁遮尔啊好天，到底当时才会落雨啊？嘿啊，已经连续几若工拢出日头安尼，足无意思诶。真奇怪呢！啊，恁姊妹啊，毋是上讨厌落雨天，啊，即马哪会逐工咧忙落雨啊？遮尔爱落雨，等清明落雨季若到哦，就逐工落甲互你叫毋敢。我才袂叫毋敢咧，阿姊，你讲对无？是啊，阮会足欢喜，才袂叫毋敢咧。啊，即两个查某囡仔，啊，毋知咧变啥吧？安尼古古怪怪。阿妈，这阮的秘密啦。哦，啊，啥物秘密啦？阿嬷，你足心实的呢，就是袂使讲，毋才会号做秘密。对啊，若会使讲，就毋是秘密啊。好好好，啊，秘密秘密。好啦，今食饱通出门去读册。囡仔人哦，是会有啥物秘密？阿嬷还会记起旧年清明过无偌久，有落一阵黄霜啊雨，两姊妹啊，逐工拢爱满雨满穿雨鞋去读册。有一天，妈，我要出门啊！落雨天行较慢呢，甲妹妹看拢好，毋通去厝倒。我知啦，阿峰，咱行。妈妈再见。再见，行路较细哩诶。好。两姊妹啊，伫雨中稳稳啊行，小心闪过路林大大细细的水窟啊，来到排路队的巷仔口，徛伫雨中等一步久。奇怪，哪会拢无人来排队？我嘛毋知呢。啊，我看到阮迄班的呢。喂，王聪明。林美玲，创啥？哪会拢无人来排队？咱老师有讲，即几工若过落雨，就免排队，直接去学校就好。你无听着？无啊，当时讲诶，我哪会毋知？刚刚放学的时阵啊，你可能去倒粪扫，无听着。吼，无怪拢无人来，害我甲阮妹直接等遐久。恁阁毋较紧行，这要讲啥？哎呀，你要白虎啊！阿峰，咱紧用走诶！你莫走遐紧，等我一下。阿峰！妹妹阿峰互路林的石头刺到，规个人滑落去路林的水窟啊，身躯当做一只蓝皮鸡。自迄摆了后，两姊妹啊，就足无介意落雨天。不过，自从妈妈甲因买白色的雨鞋了后，姊妹啊两个敢若已经袂记起迄摆的代志啊。阿姊，落雨啊，落雨啊！透早起床，听到外面沙沙啊雨声，阿峰欢喜甲叫要跳起来。阿姊，咱的毛靴，毋是啊，咱的雨鞋会使摕出来穿啊。真的呢，大家一日总算落雨啊！阿峰甲阿玲真紧就甲早顿食线，册包歹咧，雨伞举咧，摕出迄双白色的雨鞋穿咧，欢欢喜喜准备要出门。恁两个今仔日哪会遮早就要去学校？是讲落这点仔雨尔，敢有需要穿雨鞋？看起来哪像落袂大，嘛落袂久呢。无要紧啦，妈，等一下无定着会愈落愈大。一路上，两姊妹啊感觉路林的人敢若拢用欣赏的眼神看因这双哪像麻雪的雨鞋，因踏着轻松快乐的脚步，哪行哪嗨歌，未输家己已经成做五花班合唱团的一份子。想袂到，一条歌还未唱煞，雨停啊！无雨啊！无几分钟，日头也出来啊！
阿玲仰头看天，佮额头看骹穿的这双雨鞋。哎呀，出日啊！罗里的学生啊，无人穿雨的呢。阿姊，要安怎？咱转去厝里换被会敢好？袂当啦，已经要到学校啊，佮行转去，时间袂赴，安尼会迟到啦。两姊妹仔歹势甲规身躯一直热起来，愈行骹穿的这双雨鞋愈重，因感觉路边的人敢若拢偷偷咧笑因。两姊妹仔头咧咧行到学校门口，拄好撞到班上一个查甫同学。林美芳、林美玲，又没下雨，干嘛穿雨鞋？管人家！妹妹阿芳见笑转上去，站一个骹，雨鞋当当啵一声，查甫同学看到，大声笑出来。笑什么？讨厌鬼啦！一双雨鞋千斤万斤重。迄日，阿芳甲阿玲一直坐伫椅仔，歹势起来行山位。放学转去到厝，两姊妹仔点点甲雨鞋收起来，嘛甲毋望落雨的心情，偷偷啊关入去心肝底。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雨鞋》是由小城玲子、小村玲子原作，罗江书小村玲子编剧。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静，台语版叶怡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妈妈吴慧仪演出，姐姐林依轩演出，妹妹叶怡欣演出，阿嬷林玉丽演出，阿明陈义如演出。查甫同学李品玉演出。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脚的故事甲心情。空中好朋友，若想要得到这本绘本，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也咱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3月31号，请大家把握机会，上咱专门课电台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fm899.com.tw。若是记袂起来，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你看咧，真冷爽，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灯吃白影闪闪，五树山高红的hen，金石脚
月娘出遐灯。